市长为特地面带陪同集合率领市府团队前往亚太国际棒球村，了解包括承办副球场甲室内练习场的工程，因为这预计4月完工，将作为10月转会比赛场地。据了解，整个棒球村的诞生，市府爱开20亿新起，为了避免中央新德球场的缺失，所以包括土壤的结构、排水甲食草等基础工程特别认真。现场市长嘛请施工单位开屋实地检测，会当看见红土对顶层到下层1000厘尺，希望成为亚洲上好的棒球场之一。我们也特别看到了它的一个球场的土壤的结构，以及现在因为在施工中，所以有一些缺点的话可以马上就改正，有些优点的话也可以让大家都知道。那另外，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城棒足球场，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完工。那它能够提供25000个坐席，那能够应该是亚洲在现阶段里面最好的一个球场啊。那可是它又CP 值蛮高的，就一个座位平均的成本大概是5万多块钱，比起其他的球场有的高达10-20万，来讲，我们算是相当的这个CP 值很高，让它得到了一个服务品质也很高。那安全性根据我们统包团队来估计安全性也都非常好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个一个是如期如实的完工，第二个是能够提供许多这个民众的好的服务。大家知道说要养一个球场或养一个运动场馆是要很费时费力，而且预算是蛮多的。所以我们将来也希望说能够在一个成本考量，又可以让服务品质提升，来这个让国人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亚太棒球村。市长口中号称亚洲上好的球场，除了副球场4月完工，进度已经达到80%，主要的球场则预计12月启用。强调到时球场无条瓦，容纳25000位观众看比赛拢无死角，并且有全国球场上大的顶棚，相当使人期待。今日新闻，阮是何秋芳采访报道。